咱观众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做主席，阮非常欢迎女主新人院遮的兄弟姊妹，因对真远台北的所在来到阮中间，要用诗歌来高举你的名，要用阮的心甲阮的声来学到你的圣尊名。转伫今仔日敬拜开始之前，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设立这个敬拜宝座，愿上帝你的阳光。甲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特别阮要感谢，互即个机会来诚做真实的曾牧师，伊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对北部来到庄卡即个所在，愿将今仔即个敬拜来向你摆列亲像活祭，愿主你的圣神运行踮伫每一个侍奉的当中，无论是女主新人因所吟的诗歌、学到的诗歌，以及今仔日带领敬拜。学到的刘一成，甲所有的事情，也愿祈求上帝你通过曾牧师带来美好的信息，互阮真侪学到的基督徒，真侪学到的教会，互阮的一生常常唱学到的诗歌，永远唱行到阮一生。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愿主你接纳阮伫你面前，亲近你所发出的每一个祈祷，既然进入你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就得到主你的稳定的充满，我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你先坐下，没事没事。先先听，我是拢先听。啊，无今仔日坐只来，其他就了了个事。对啊，我咧讲，有啊，已经足早了。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这个美好的日子，咱三教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咱用咱的儿乐，用咱的感谢来唱作儿乐的诗歌。咱大声唱作哈利路亚，来到主的面前，咱做来唱，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引路中水涌流，用火力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引路中水涌流，用火力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魔力，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那神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出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真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
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恒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现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出明亮真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众你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出明亮真心，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互这充满主你的荣耀，接续咱的唱《爱你到底》，将咱这礼拜一切挂虑、一切重担，交托伫主的面前。主的确要听咱的祈祷。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听咱的祈祷。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主啊，咱要专心来敬拜，专心来感谢。我全心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我渴慕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
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将咱这礼拜所有的挂虑、重担、需要，交到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听阮的祈祷，阮知你是阮生命的光，是阮的愿望。只要有你进入阮的生命，黑暗就要离开，一切要得到改变。阮即摆用着敬拜、祈祷、感谢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将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也求你亲自降临伫咱的中间，进入阮的生命，进入阮的家庭，进入阮的教会，互阮的心中充满你的平安，互咱的生命充满你丰盛的应允。阮的祈祷拢是奉主的圣名求，阿门。最后一首，咱来唱，让我得见你的容面。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面，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让我得见你的容面，
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荣耀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荣耀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是知道你就在这里。请咱闭板心，准备来礼拜。
着摇花唱新的歌，祝谢伊的名。恁着将关联甲烟光归予耶和华，用伊名小印的烟光归予耶和华。世间情人咱来啉圣诗50首，着学老耶和华，咱起立啉全首。
咱徛哩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做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应文22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我看见我内面的，我着学罗你的性命。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你一切的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照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遐尼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家己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伊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伫伊的声，诚侪伊命令的，拢着学罗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管理的各位，拢总学罗耶和华。咱来压头祈祷。主啊，求你使阮有智慧的心，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我的心神啊，恁着学罗耶和华，凡伫我的内面的，恁着拢安尼耶和华的性命。我的心神啊，恁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思意念不时甲主同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台湾女子生学院雅各士班。
咱若坚守上帝的话，伫诗篇150篇第1章甲第6节，恁着学了耶和华，着伫伊的上帝的圣所学了伊，着伊伫伊的宽能学了，伫强抢学了伊，着因为伊大宽能的诚侪学了伊，照伊美妙的权大学了伊，着分孝甲学了伊，大色大琴学了伊，拍鼓跳舞学了伊，用丝弦的乐器甲分箫学了伊，用声大的喇叭学了伊，用音悬的喇叭学了伊。凡有喘气的，拢总学了耶和华，恁着学了耶和华。咱来请，咱讲到赞美的震撼力，请庄淑珍牧师。嗨，姊妹，大家平安。有一本册叫做《学乐的震撼力》，这本册是我伫马街病院做义牧的时所读的册啊。有一暗，我特别去探访明仔载，今仔日住院，明仔载要开刀的遮的患者，替因祈祷。拄我知影有一位黄牧师，伊住院啦，我就迅速去甲伊探访。这个牧师讲我感谢上帝，虽然是车祸，毋过是轻松啦尔。毋过医生是讲叫我搁留病院观察几工啊？为虾米？因为我一直咧哭哭袂停啦。伊咧向我讲话时嘛，一直哭我讲牧师咱做伙来祈祷。咧祈祷的时呢，因为迄本《学乐的震撼力》。伊讲，咱就是爱常常学乐感谢主啦，所以常常头壳内就想着讲爱用学乐感谢来为着这个牧师的苦我来感谢伊学乐伊。祈祷了后，这个牧师忽然间手我举起来，哈利路亚学乐主，我拍伊无去啊啦！我迄阵少年我阵仔戆影伫遐，毋知要安怎。我讲牧师，安尼好，我先离开啦因为毋知影要安怎应对伊。我就走去咱马街病院，咱每一楼拢有祷告室我就伫遐安尼小可安静一下，感谢学乐主，然后我就转去。第二天透早的时，我就搁去看即个牧师。我牧师，你敢知影？我昨安尼匆匆忙忙离开我实在嘛毋知影要安怎含你讲话落去，因为你有经验迄个信心的稳定我讲我就是咧祈祷的时，就是想到即个讲爱感谢学乐祈祷啦。当然，即个牧师伊嘛真欢喜感谢学乐主。阮两个，阮同时去经历学乐祈祷的大快乐。学乐的确会带来咱讲无比的震撼力。今仔日经文甲咱讲，特别是第6节讲，既若有喘气的，拢着学乐耶和华，用任何方式唱歌、弹琴、弄鼓、分达拢会使。咱会当去表达对耶和华上帝迄个学乐的心，咱拢会当用伊来学乐上帝。咱着学乐耶和华，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学乐成做宝座的意思是讲，上帝伫百姓的学乐中间来应现伊家己，彰显伊家己。那对圣经的记载中间，咱会当看到学乐所带出来上帝奇妙的作为。头一点我要讲的是讲，学乐带来上帝的大权能。代志下卷第20章，遐有咧记载讲，摩押人、阿文人、佮米欧尼人，因三国联军做伙去攻打约沙法王啦，就是犹大国。哇！这个王伊着惊啊！伊讲全国都爱禁食，然后迫切来祈祷，求耶和华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啦。
上帝就甲因讲，毋好因为即个联军你来惊吓，因为输赢无在伫恁啦，是在伫上帝。啊，即边恁毋免下面争战，但是恁摆一个阵势就好啊吼。明仔载照常爱出去，我的确下面三甲地地，所以过当天，约沙法王伊就设立唱歌的人，佮互因穿圣洁咯。圣洁的礼服，行伫军队的头前，因伫遐咧俄勒摇花。伊讲摇着俄勒摇花，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当众人伫遐咧唱歌的时，摇花就派埋伏的兵，我毋知影位底来吼，伫遐来抬遐三国联军，咱讲摩押人也是即个阿文人，也是米俄尼人，敢抬甲落花流水，因就拢逃走。煞来3天，即个犹太人因就大起啊，一直咧收这对敌所留落来这财物啦，讲收甲算袂了。欢喜甲第4天，因就聚集来俄勒摇花上帝。然后呢，因等于到伫耶路撒冷，伫遐弹琴，伫遐唱歌，分达啦，到伫摇花上帝的殿啦。列邦列国，因为安尼，因就看起讲，即个摇花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呢。那约沙法王，伊因为即个战争的关系，伊就来稳固伊的国位啦。但是我要讲的是啥物？俄勒带出上帝荣耀的降临，同款伫历代志就是下卷第5章，伊遐甲恁讲，所罗门王伊起圣殿了后，伊就将约柜要来甲因领至到伫圣殿的内底，伊甲众人拢献祭足祭牛甲羊迄个笑颜嘛是算袂了，表示因对上帝迄款的欢喜，迄款的感恩啦。伊讲当祭司对圣所出来的时，所有唱歌的人，所有唱歌的利未人，甲徛伫祭坛当边，伫遐咧唱歌弄鼓分达啦的人，因拢齐声伫遐俄勒耶和华，因安尼讲。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伫咧。迄个时，耶和华的殿充满云彩，祭司因为云彩的缘故，伊无法度徛稳落去就对啊，就是徛袂牢，因为耶和华上帝阳光充满伫上帝殿。啊，若真正俄勒的时，伫遐大家担心俄勒，上帝荣耀降临。迄个所在，第三我要讲是啥物？俄勒带出新约啦、奇迹啦。这故事咱拢知，伫圣经内面甲咱讲的。保罗甲西拉因伫腓立比的时，互人掠去监狱内底啊。因即两个人无论呢，神线伫暗时是唱歌祈祷俄勒上帝啊。因为安尼，上帝就为因行新约。所以因伫遐唱歌的时，监狱内面所有遐咱讲犯人啊，因讲今仔日啥物人咧唱歌啊，毋捌有即款的代志，大家拢认真咧听。等于听的时，忽然间大地动，即个监狱的地基大摇动，监狱的门拢大开啦，甚至连监狱内底遐咱讲重刑犯迄个骹靠、手靠骹撩手啦，规个拢松去安尼。即个顾家的人，伊一个看，伊讲当害啊！遮个人拢逃走啊！我是要安怎样来对丁氏来交代？伊就提刀要自杀。迄个时阵，保罗大声甲伊讲：毋好伤害你家己，毋好伤害你，因为阮拢伫遮。顾家的人就叫人摕顶来跳落去。伫遐真惊吓，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面前，讲：
两位先生，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救啊？保罗甲因讲，恁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一定得救。就是安尼，伫迄阴暗天光进前，即个顾家的人甲伊的全家拢得着救，并且呢，所有家屋内面的遮罪犯啊，拢知影保罗甲西拉所信的上帝是个真个活的上帝。所以这记载甲咱讲啥？唱歌、弹琴、弹瑟、弄鼓、跳舞、奔达啊，任何的方式来学了耶和华上帝时，迄个所发生出来无比的即款的能力有偌大，有偌大。但是真正我要讲的是讲，学了伊会当去拍败黑暗的对敌。规约圣经啊，咱讲，当扫罗犯罪时，耶和华上帝因就离开伊啦。有恶魔对耶和华来扰乱伊啦，所以特别若恶魔来时，伊就真惊呀嘛，真无爽快。特别会晓弹琴，所以特别拢定定去扫罗的身躯边，知影扫罗的困难。恶魔来时，伊就摕琴甲伊弹琴，伫遐扫罗伊就感觉真爽快。特别伫遐弹琴的时，伊讲恶魔就离开伊哦。撒母耳上卷16章14节到23节，安尼甲咱讲，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记载。特别伊下弦啊，还是弹琴的时，这个恶魔就离开。有一位姊妹，伊暗时有代志出门，今日一个足黑暗无光灯的路面啊！忽然间后壁一台车，乌头仔车，满伫个身躯边停咧啊！内面呢两个彪悍，就怎甲即个姊妹安尼甲扭入去车底呢，强强甲扭入去啊！哇，即个姊妹真惊呀呢！哇，当时到底是要发生什么代志啊？哪会安尼？当然伊足惊呀！也是一个危机啊！开始因到高速公路顶悬的时，一个就开车，一个就伫咧边安尼甲伊安尼扫来扫去啊！这个姊妹真惊呀！伫遐大声祈祷，惊嘛，就祈祷啊，愈祈祷愈大声。迄人讲伊是信耶稣哟！用迄款足轻视的迄款的眼光来甲伊看，但是不管啦，姊妹伊想当我可能无机会看到我的朋友，无机会看到我的爸母，当即声去，毋知要安怎。是当伊咧祈祷的时，一直祈祷的时，伊想着耶和华，想着圣经里讲，上帝无弃杀咱啦，伊就无弃杀咱嘛。所以我伫即个困难的时，我一只祈祷，耶和华上帝的确会听。伫遐专一直祈祷，你毋知发生什么代志？伊的祈祷得到上帝的怜悯，伫迄个咱讲轿车的内底，圣神来充满即个姊妹。伊开始讲方言啦，伊家己嘛惊着，这语言我以前就毋捌听过啊。迄两个查甫人嘛一定毋捌听过啊。你讲愈大声啦。所以，迄个坐伫伊边啊，迄个男性就讲：无你是咧创啥？你咧讲啥？你起笑着？因为伊毋知啊，讲啥忽然间安尼，是精神病发作啊？反正伊就一直讲就对啊。迄个开车的人怎停咧？落来，你站，你落去，小查某，你拢莫甲挖头。迄台车就足紧的，就驶到迄个黑暗的路里无看人。这咧讲啥物？这姊妹家己一个嘛，当害啊，因为迄台车是伫咧高速公路啊，是要安怎转去？伊讲无偌久，一台车来，一对翁仔某夫妇讲你要去倒？伊讲就安尼。讲好，我载你转到恁兜啦。一切平安无事，
这姊妹去惊着讲啊，我大声祈祷，我伫危险的中间一直祈祷，迫切祈祷，上帝竟然用方言的方式来解救我的性命。这姊妹伊度过一个一生足难忘的啦，一世人都无法度袂记迄个暗时。有可能伊是无性命，有可能伊将来的路是真困难、真恐怖的。毋过，伊的儿女大声祈祷，儿女摇花上帝，圣神充满伊，拯救伊脱离迄个厄运啦。第五点，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讲，儿女来赢得灵魂，儿女嘛会当互人得到，互人用诗歌来信主耶稣。加拿大多伦多教会有一个姊妹叫和平妹伊讲伊的家庭是真保守的，是拜拜的家庭。从细汉伊的阿公就吩咐伊的爸爸讲，啊过年过节你着爱去拜拜然后呢，安尼有拜拜，有保庇，有平安，大概是即款的家庭。伊讲我细汉的时，我对这嘛袂感觉安怎，因为我感觉讲拜拜了我就有足侪物件通好食常常爸爸去拜拜，伊就足欢喜，因为有好食的物件通好食。伊大汉了后去读学术学校，伊讲伊敢若相信科学，遐一切啥物有神论遐含伊拢无缘啦。反正我就是相信科学尔，其他拢莫讲。伊讲无想到，伫1993年伊学术学校要毕业的前几工，伊听到伊的朋友煞咧唱歌，你遐唱的歌，家己踮仔唱。伊讲你是唱啥物歌？我感觉即个歌足好听的呢。伊的朋友讲，即个歌就是诗歌，就是阮教会的赞美诗啊。伊讲安尼无，我足想要听呢。你带我来教会，伊就是因为诗歌的关系。伊进入教会啦，等于洗礼了是讲我万万想袂到，因为诗歌互我教伫教会。其实我当时是干那要唱听美好、听好听的歌尔，我无想到讲上帝竟然用赞美诗来吸引我到伫伊的脚前。这款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到47节，伊讲初代教会信徒因逐工就同心合意伫遐，伫殿里，伫圣殿内底，伫因的厝拜饼，诚心实意伫遐食饭，佮学了上帝得正人的欢喜主就将得救的人的人数，逐工拢加添互因就是初代教会是安尼，人安尼足济所以咱就知影讲，即个同心合意伫遐唱歌学了上帝是何等的要紧。所以呢，唱歌是真重要的。毋干那咱的诗班唱歌咱的圣歌队唱歌，就是咱的会众嘛爱唱歌，大人爱唱歌，囡仔嘛都爱唱歌。自细汉就安尼慢慢伫咱的唱歌学了上帝中间去体会上帝奇妙的作为因为咱咧唱歌，咱咧学了的时，圣神会照着美妙的歌声，互人来信主，是感动人去听主，诗歌嘛会当安慰遐忧伤失望的人，诗歌嘛会当医治心灵创伤的人。当然，咱唱歌是一回事，学了上帝的诗歌，实在是有够要紧诗篇119篇164节安尼讲，大卫伊一工7摆来学了上帝，因为讲我要因为你的公义，我一工7摆学了上帝，
7摆哦，定定学了哦。伊毋知影讲宜兰教会有一个长老吼，伊讲伊逐工要讲感谢主，伊讲伊讲袂出来啊。但是呢，伊讲好，谁那人别人就拢感谢出来，我感谢袂出来吼。因我互家己一个目标，我今仔日感谢10遍，感谢主，俄罗主吼。再来讲，我要求我家己一天20遍，感谢主，俄罗主吼。再来30遍，到最后伊讲我一天要俄罗主吼，100遍安尼啦。伊家己做见证讲，我伫遐开始俄罗的时，为袂晓俄罗，甲会晓俄罗，甲俄罗到100遍的时，伊讲伊感觉圣神伫伊的身躯边，伊伫个含伊三甲地地，伊常常着用欢喜快乐的心讲感谢主，俄罗主。亲爱兄弟，唱歌俄罗唱歌会当来拍败对敌，俄罗唱歌会当带来上帝荣耀的降临。俄罗唱歌嘛会当互人的生命改变，甚至当去传福音啦。我是毋是有感动？嘛想讲安尼，我着常常来感谢主俄罗主。我逐工着讲感谢主俄罗主。对着代志的时，我嘛是感谢主俄罗主。虽然咱心中可能有迄个困难，俄罗袂出来，可咱嘛来感谢主俄罗主。咱的上帝的确知咱的问题伫倒。他今仔日台湾女主新学院的雅歌诗班哦，一只来俄罗上帝。阮唱3首安尼吼，较听要阁唱2首哦。种你听了3首了，你是毋是有感动啦吼？我安尼讲实在是嘛，感觉很苛吼，要求你们说要感动，毋是？要讲是讲，毋是因唱了真好听来感动的吼，嘛毋是讲因年纪较大吼，俄乐来感动啦，拢毋是啦。你若真正有感动，要讲是讲，是因用心灵甲诚实的心来献诗，安尼来感动。雅各诗班成立20几年啊，当年就出来教会伫遐甲兄弟姊妹做伙分享，因所练的一个诗歌要来分享哦，正教会兄弟姊妹。嘛想讲家家遐嘛有需要，无咱就来家家来唱歌，互遐家家内面的这朋友，互因听是啥报道。想讲若倒位有需要，阮就去；还是讲有需要，互阮去服侍的所在，我嘛足愿意去的。因为这正做是个诗班、雅各诗班的一个使命吼。阮练歌是为着要学了主，阮练歌是为着要服侍主啦。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对地，伫阮学了以后，阮是雅各诗班哦。阮学了伊的时，阮经历着上帝奇妙的作为。伫恁听这诗歌的时，嘛上西当得到感动。互唱的、甲听的、互讲的、甲听的，咱拢上时得到利益。圣神伫咱的中间。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一早起入来这个圣殿，对敬拜而乐的诗歌内底，阮就是讲，阮要来敬拜你，阮要来回应你的心意。因为阮知这个所在，你的圣神降临伫遮，阮伫遮要看见你的荣耀。诗班的俄乐的诗歌，讲到的讲迄个俄乐的震撼力，互阮真正感受到俄乐的要紧性。我要恳求上帝帮助阮，阮常常用俄乐感谢的心来看待代志，还是常常用俄乐感谢来俄乐你，互阮对即个俄乐感谢主，会成做阮
日常，就是阮的日常生活中间，伊诚做阮见证你，阮学了你，阮嘛检查阮的生命，一个真好的机会。我们恳求你继续来教示阮，圣神来提醒阮，伫迄个学乐的中间，你就降临，你就伸手来拯救遐困难的人，你着拯救遐需要的人，也是伫学乐的中间看见你奇妙的作为。阮献上感恩，嘛期待阮常常来学乐，感谢你，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雅各诗班。
咱的林圣诗第69首，我的心情啊，恁着唱歌，请起立念全首。请坐，咱请准备先来奉献。请坐。咱真欢迎今仔日台南女子新人医雅各合
合唱团做伙伫教会内底，咱做伙沉默的礼拜。下面咱要用这首诗歌，我祝福你，你祝福我。咱来甲咱用这首诗歌做咱的祈祷，讲耶稣听你，不但伫咱的会堂，也伫直播，伫网络中间参加礼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主耶稣的听，甲咱三甲伫地，咱用这条诗歌来做互相祝福的祈祷。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咱同心来祈祷。万国的耶和华，阮至圣的上帝，阮自即对你的圣殿，阮唱歌学到你的名，你看得阮真心恭敬的敬拜。每一句学到的诗歌，拢归荣耀予你。当阮念出讲耶稣听你的诗歌，即个祈祷词的时，愿主你的平安伫网络顶悬，伫圣殿中，甲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三甲伫地。因为阮知影，今仔伫直播中间有人因的身躯无用稳因到圣殿来做礼拜，自然检查伫倒伫客厅，因踮台伫病院。愿主你的听，诚做医治的权能，无论是心神，无论是肉体。主愿将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阮出外的囡仔，拢交伫你的手中。当阮用祈祷的心讲耶稣听你的时，主你的天使就对天降临伫因的中间，陪伴因，陪伴阮，互阮无论伫心中的情景，拢有以马内利的祝福。主伫今仔日的敬拜，何等的欢喜，何等的荣耀！主你伫阮中间来应答阮的祈祷，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甲伊讲，耶稣听你，咱甲真感谢上帝赏赐遮尔宝贝的机会，互咱会通甲两间教会，其实毋是干那两间教会啦吼。颠覆我的想法，因为张小弟牧师甲我讲，女主新人院，我要停留伫足早以前的印象，所以我想讲是一阵少年的要受神学教育的女主吼。我就用迄种想象咧，准备要欢迎恁来参加吼。来。即个小弟牧师甲我讲，毋是少年学生，是一阵已经成熟的一个真较无上帝的姊妹，因足认真想要伫因的信仰顶面受造就吼，所以我第二个改变我对你的印象。今仔日对落车落来了，我看到我个另外一个印象讲，这是阿公阿嬷合唱团啦。上帝互恁的带来遮尔美好，咱伫主的圣殿。是一家人吼，上帝互咱唱出学到的诗歌，真正亲像今仔日小弟牧师的分享，诗歌是带有大权能。我的阿祖就是因为听到圣诗才来信主，伊是第一代基督徒，也因为伊爱音乐、爱圣诗，圣诗超过讲道会开咱，所以有一个后生叫做高永娜，迄个高永娜，伊后来就成做一个音乐家。嘛，成做一个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的人。听讲伊是台湾第一个写交响乐曲的台湾人。阮的家族就我的妈妈这边的家族是因为圣诗，所以今仔日小弟牧师的分享，不只当鼓励咱较侪吟诗常常吟诗咱身边的人要听到今仔这个故事，伫逐时刻、逐所在，拢继续
安尼来成就。迄是虾米歌？迄是圣诗。上帝的话，伊就要进入人的内心。多谢恁遮尔早就出发，来到阮中间吼。咱下面咱来为着一个少年囡仔，伊要出外去读册，咱来请娱乐来头前吼，咱来请娱乐来头前。咱来记得吼。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阮的囡仔成长大汉，要进入研究所一个新的阶段。阮感谢你，互伊对细汉到今仔日，拢有认真敬畏上帝的态度，将读册当作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主，阮感谢你，甲伊开这个门。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伊会通知影，读册是为着要服侍上帝，要服侍人，要互上帝你所使用。主带伊出外，保守伊的心、灵、魂、体，保守伊伫任何试探的中间。主，你的圣心帮助伊有圣洁的生活，有正直的心。主，你甲伊三甲地地，愿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圣心，甲伊三甲地地，直到世间的落尾。我咱来恳求祈祷，我甲所有性命，阿门。加油！好，恁是。你想讲无事徛伫台顶，还佫比伊较低哦。不要紧吼，咱的囡仔的成长真正是一个，不但是身躯吼，心性嘛真重要。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即礼拜生日的中间有一个美会节，即礼拜我都歹甲人相客吼，有平安，但是应该要搁伫咧恢复的过程顶悬吼，有擦伤，有身躯的艰苦，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生日的人来祈祷，主啊，为着阮的生日的兄弟洪儒老师，为着淑智，为着青芬，为着美惠，主啊，恳求主你施恩祝福，因袂当来到你的圣殿，但是阮奉你的性命来祝福因，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充满因生命的杯，互这个杯甘甜的滋味，阁是一个满足的杯。愿天父上帝你甲因三甲地地阁来。1年365天，祝你用各种的福分来引带因，互因手捧救恩的杯来过365日，互这每一天拢会当成做捧杯的日子互因家己得到把祝，也互因身边的人得到祝福。所以恳求主你特别照顾美惠，互伊的恢复，互伊心中无这种的惊吓。主你照顾伊平安倒来到阮中间。我们奉你的性命来献感恩的祭，愿伫你的面前，恭恭敬敬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地地，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搁一摆代表教会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恁遐尼远来到咱中间吼愿这间教会会当承受恁所带来恶乐甲祝福，上帝荣光继续热早伫伊家己的圣殿。下晡我才甲恁分享。上帝怎样伫即间教会施恩伫阮的中间的故事咱来请师会来报告。阮的师会是上新的执事所以伊拄开始咧即个师会若无师叫伊的名，咱伫台顶忽然间毋知要看对啊咧咱伊实在今仔真我来报告吼，长子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0人，奉献5420块；主日后7人，奉献1115块；基督会8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教会；基督会拜三8点伫教会；查经班拜六暗时9点线上，早起线上9点。暗时7点半伫线上，献改互师师会后礼拜陈宗胜长老领师郭依林执事、苏琴、沈千玉、书宪交代、张世昌执事、林安露执事、爱参李淑金姐妹。新安讲，逐间表咱家己看，具体交通。本主日台湾新爱院
议长庄淑珍牧师带领学生37人来访，一同敬拜公务主恩。愿咱身心伫主的听中欢迎。爱餐了后，12点半到1点半，请听咱教会宣告故事。欢迎留落来做伙回顾上帝伫咱的教会奇妙的带领。7月7到11号下晡1点半到5点，暑假儿童营，请大道县圣神帮站，互这个营会会当请做社区宣告。第3，7月3，中华中会下季议会牧师甲大议长老参加，请为中会宣告异象大道。第5。2月28号，拜六下晡2点，妇女团契幸福到我家，地点伫松敏丽姐妹。第5，生日的有郭宏俊、赖淑智、肖清芬、李美惠。奉献的咱家己看。如果有错误，请为会家更正。大道事项第1，为新心灵欠安的庄严、庄仁聚、黄宏仁、洪吉新、庄彦昌，以及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大道。第2，为教会青少年心灵课业升考试的大道。升大学的有陈慧安，升高中的钟善如。第3，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第5、第4，为出外在外青年林怡轩、刘玉敏、庄爱玲、陈恩君大道。第5，为姊妹教会大道、富力教会、积极教会、德克达雅教会。请咱来念圣诗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吟全首，进士煞请牧师祝祷。我咱这个主要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整大家三甲地地，直到主过来时，阿门。请坐。
咱准备一个等一个做伙爱餐，爱餐的所在会是伫咱后壁即个教育馆的1楼，咱的行程大概是安尼，咱休一个自由看一个11点半咱食饱了后，咱若食饱了就马上开始安尼毋免到10点半、12点半咱若食了无赶了咱就入来礼拜堂安尼11点半12